不过，咱要先来关心昨暗发生的一件真严重的车祸。昨伫新北市的三峡有一个78岁的老大人哦，伊冲红灯，佮冲啊真紧乌白路，因为伫学校的附近哦，尤其是下课的时间，造成有9个高中生受伤，其中有2个学生不幸死亡，佮有一个40岁的查某人嘛过亡。警方嘛发现讲，伫大正发生的进程以及其他路口冒机动着车，随着驶走。即马这个了事的老大人哦，佮伫加护病房。新北市启动互动的专案，伫管区内底校园四边加派警力来执勤。在学校周遭的一个路口啊，增派了大约的人力跟人力。案发的国城街口，涂骹拢是灰、刺绣啊、甲卡片，这拢是民众家己藏的，表达悲哀。因为这件事故，到当已经造成3死12伤，其中的2位死者，敢若是10外岁的国中生。很伤心，就心里有点酸酸的。对，我昨天看到新闻，就有感而发的哭了。调书的78岁老阿公伫辖区失控乌白路，弄入去人灯，家己也受伤，经过紧急的手术，转入去加护病房，也未做笔录。不过无食酒洗车伊，逼出真侪年前，就捌弄起哩人行道，甲人弄着伤。即个伫事发进前，也早就伫其他路口挖的时阵弄着分隔岛，挖去的时阵又搁弄着后壁的车头，煞马上离开现场。这敢是牵连着肇事逃走，拢要等待检警调查厘清。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非常难过哈。那我们今天早上，利用升旗朝会的时间，因为场地的关系，我们先集合7、8年级，先做心理辅导。三峡高中的学生有9个人受到牵连，其中不幸过身的2位学生，伫学校的表现真优秀。校方是烦恼讲，有师生看到车祸出现创伤，已经提供心理辅导。也拿新北市交通局20已经重回事故的现场来会勘。主要是因为驾驶人他有多项违规，包括在禁止进入的时段违规进入，然后超速跟闯红灯的状况。其实，伫案发路口有行人专用的时尚设置，伫上下课等等的特别时间，会强化行人通行安全。不过，即马由于出现重大的死伤，警方、交通局甲当地里长等人，拢做开来看目前的交通设置是毋是有无够的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